包括人權獎嘅日子，我哋嘅代表，我哋呢位嘉賓亦都會將呢啲明信片拎到去挪威，展示俾國際嘅社會。冇錯啦，請大家咧將大家祝賀嘅説話，將大家希望劉曉波可以早日回家嘅心聲，都寫喺明信片度。釋放劉曉波！釋放劉曉波！還我中國人權！還我中國人權！現在我哋有請民間團體嘅代表潘家偉先生讀出今日嘅大會宣言。其提倡的內容符合中國憲法及兩個主要國際人權公約。可惜，中國政府不單沒有藉此改善管治，令中國朝文明大國的方向發展，反而諸多打壓。但是，我們和在囚的劉曉波一樣，決不放棄對民主中國的希望，以及爭取民主、人權、法治、自由的決心。死記著話，來自你。